詩篇85 18節按樣講述家啲上帝安全甲攏眾人要捨棄嘅，而是上帝安全甲攏眾人要禱告家己嘅，佢要聽每一人禱告家己嘅，每一人要忠心求上帝，要忠心禱告甲上帝，上帝要聽自家嘅禱告。那可能攏眾兄弟姊妹寫建立行道，你嘅家庭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你嘅生活也好，行道去咗，按冇辦法，按冇精神，你寫上帝，求上帝，佢會甲你同在。詩篇記85 19節樣講述家啲，佢上帝做本攏眾人遵從上帝嘅，上帝做福本一家，上帝嘅同在，上帝看待一家，因為到上帝要聽攏眾人寫上帝嘅，佢救一家從咩？救一家從問題嗰度，救一家從憂慮嘅苦中塔度，救一家煩惱，佢帶一家心理，帶一家得福，因為到詩篇85 20節按樣講到，上帝照顧將攏眾人捨棄嘅，攏眾人上帝捨嘅，一家捨上帝，上帝捨一家，佢照顧一家，佢保佑一家，但係做壞嘅人，上帝冇看顧。那這樣人，一家有問題有苦衷，一家嚟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一家同在，帶一家過突突節節嘅痛苦，突突節節嘅問題，突突節節嘅煩惱，一定一家要用力量去過，因為上帝嘅同在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